護老者真實分享，欣欣的經歷。護信，護老歷程，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的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的信件。欣欣的護老故事。祖母的心跳不正常，又患上了認知障礙症，行動能力變差，故需要被照顧。轉變的關係，多了時間與祖母話當年，例如得知是因為我的出生，爸爸便請祖母辭職湊大我。甜蜜的經歷，我帶讀幼稚園的兒子去探望祖母，兒子幫祖母量血壓，又一起做數學題。困難與克服，祖母常常慨嘆身體不勝從前，我用了很多方法開解她，但她仍不時慨嘆。我會多陪伴，多為祖母創造快樂時光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伴侶，幫助你的人，說感謝或祝福，由衷的感謝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珍惜眼前人。護老者角色，教曉我珍惜眼前人。如想分享你的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的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38920101。投稿或細閱護信，請瀏覽https://sws:/org.hk care